前18法示范动作。锻炼48字诀，针对需要乐观锻炼，缓慢连贯，配合呼吸，动作正确，幅度要大，强调内劲，得气为要。活动适量，逐渐提高，防病治病，贵在坚持。练功18法保健操，现在开始。景象争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后。